今日是台湾独立运动先摆署名吴志爽过身2周年日子，伊伫新庄的徛家嘛成立署名文物馆，伫今仔日开幕，总统蔡英文嘛有到位表达敬意。台记诗人蔡基南讲出对署名吴志爽的怀念。署名吴志爽，你怎样离阮先走啊？台湾人民大声哭。要伊上喜意的现代舞表演。今仔日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大前辈署名过身2冬的纪念日，互台独运动支持者尊称作吴志爽。伊为着台湾独立走藏所留下珍贵文物资料，即阵伫伊的新庄故居署名文物馆展出。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文物馆有很多的手稿、文件、藏书，是一个运动的使命馆、资料馆，也是一个让更多台湾人认识史明的空间。署名出身伫日本时代，留学日本，捌参加中共抗日，后来不满共产党返来台湾，加做左派的台独主张甲行动者，和国民党政府通缉，伫日本流亡40冬，坚定主张台湾民主主义参独立建国。上重要的是，伊已经将这个政治种伫咧咱的心肝内底，只等待着不义法院，然后规个台湾拢开变着独立。黄敏宏表示，感谢2000多位的民众集资，让署名文物馆的计划顺利进行。除了台湾馆，署名流亡日本伫东京开的面店也成功保留，正做展览馆，保存伊的革命理念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采访报道。